팽개 공감사. 大家好， 디링안조 롭제 뉴스순바. 총습라 꿰바写的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23课到农村。谈起农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家住农村，我经常上他们家去玩。那里空气清新，虽然没有城市繁华，但从他们那种灿烂的笑容，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快乐。这也是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那么今天，我和编巴老师给大家教几句到农村时常用的句子。当您走进一个从没去过的村子，经常会有质朴的农民向您问道：“您这是上哪儿去？”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키랑 가봐 태켄 임바. 您这是上哪儿去？ 키랑 가봐 태켄 임바. 您这是上哪儿去？ 키랑 가봐라 태켄 임바. 你这是上哪儿去呀？前面那个村子是什么村？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dünkü 청소 대 청소 가르래. 前面那个村是什么村？ dünkü 청소 대 청소 가르래. 前面那个村是什么村？ dünkü 청소 대 청소 가르래. 前面那个村是什么村？在农村快收割的时候过的一种节日叫做万国节。那这个地方的万国节很有名，这个用藏语怎么讲？ 사제디 원고로 깨자 첨부 요지. 这个地方的万国节很有名。 사제디 원고로 깨자 첨부 요지. 这个地方的万国节很有名。 사제디 원고로 깨자 첨부 요지. 这个地方的万国节很有名。 我们西藏的农作物也挺多的，主要有青稞、大麦、小麦等等。我们西藏的主食是糌粑，那这个糌粑也是用青稞面所做出来的。青稞还可以做成青稞酒，这也是我们藏族人比较喜爱喝的一种酒水类。对，我们藏区主要生产的就是青稞。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学这一句，这里主要出产青稞，这个用藏语怎么讲？ 디르 조 네 튕그 요시. 这里主要出产青稞。 디르 조 네 튕그 요시. 这里主要出产青稞。 사제디 네 조 네 튕그 요시. 这里主要出产青稞。 디르 조 네 튕그 요시. 这里主要出产青稞。 村里有学校吗？这个用藏语怎么讲？ 청춘 낭라 롭자 요지베. 村里有学校吗？ 청춘 낭라 롭자 요지베. 村里有学校吗？ 村里有学校吗？ 청춘 낭 롭자 요지베. 村里有学校吗？ 人们都到打麦场去了，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미 상마 유카라 침버시에. 人们都到打麦场去了。 迷藏吗？预卡着，信不信？人们都到打麦场去了。 미 상마 유카라 침버시에. 人们都到打麦场去了。 미 상마 유카라 침버시에. 人们都到打麦场去了。 我们这里用小拖拉机耕地，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안주 니르 토주 기 싱거 무기 요시. 我们这里用小拖拉机耕地。 안주 니르 토주 기 싱거 무기 요시. 我们这里用小拖拉机耕地。
俺最地了土著地新个木的有些，我们这里用小拖拉机耕地。今年的庄稼长得真好，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달을 로또 약보 시차 기샤 今年的庄稼长得真好。 달을 로또 약보 시차 기샤 今年的庄稼长得真好。 달을 로또 약보 시차 기샤 今年的庄稼长得真好。现在正是农忙的季节，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단다 신뢰 채와 차외 가시 现在正是农忙季节。 단다 니 신뢰 채와 차외 가시 现在正是农忙的季节。 단다 신뢰 채와 차외 가시现在正是农忙季节。这里出产蔬菜吗？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디르 모체 튕기 여름에 这里出产蔬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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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学习了到农村去时常用的句子，根据课文内容，下面我们来重点学习4种句型。下面咱们进行重点句型的替换练习。第一种句型是这个地方出产的什么什么很有名。사지디네 튼비에 카리카리 깨자 전부 요시。比如这个地方出产的苹果很有名。사자 니네 튼비에 구슈 깨자 요시。这个地方出产的苹果很有名。 사지디네 튼비에 구슈 깨자 전부 요시。这个地方出产的苹果很有名。这个地方出产的鱼很有名。 사자 니네 튼비에 냐 깨자 전부 요시。这个地方出产的鱼很有名。 사자 디네 튼비에 냐 깨자 전부 요시。这个地方出产的鱼很有名。这个地方出产的腐乳很有名。 사자 니네 튼비에 넘부 깨자 전부 요시。这个地方出产的腐乳很有名。 사자 디네 튼비에 넘부 깨자 전부 요시。这个地方出产的腐乳很有名。这个地方出产的地毯很有名。 사자 니네 튼비에 삿된 깨자 전부 요시。这个地方出产的地毯很有名。 사자 디네 튼비에 삿된 깨자 전부 요시。这个地方出产的地毯很有名。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种句型。第二种句型是这里主要出产什么什么什么。디네조 카리카리 퉁구 요시。比如这里主要出产小麦。디네조 초 퉁구 요시。这里主要出产小麦。 디네조 초 퉁구 요시。这里主要出产小麦。这里主要出产玉米。디네조 마늘 로또 퉁기 요시。这里主要出产玉米。 디네조 마늘 로또 퉁기 요시。这里主要出产
玉米。这里主要出产荞麦。dinner做炒튀기 요시。这里主要出产荞麦。dinner做炒튀기 요시。这里主要出产荞麦。这里主要出产土豆。dinner做小颗튀기 요시。这里主要出产土豆。dinner做小颗튀기 요시。这里主要出产土豆。这里主要出产油菜籽。dinner做别个튀기 요시。这里主要出产油菜籽。dinner做别个튀기 요시。这里主要出产油菜籽。这里主要出产豌豆。dinner做쌀이 튀기 요시。这里主要出产豌豆。dinner做쌀이 튀기 요시。这里主要出产豌豆。这里主要出产蚕豆。dinner做가세마 튀기 요시。这里主要出产蚕豆。dinner做가세마 튀기 요시。这里主要出产蚕豆。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种句型。第三种句型是我们这里用什么什么什么。나주디를 가리가리 요시。比如，我们这里用镰刀收割。나주디를 소에 제마 너기鱼。我们这里用镰刀收割。나주디를 소에 제마 너기鱼。我们这里用镰刀收割。我们这里用脱粒机脱粒。나주디를 주튼 출고 기 주 튀기鱼。我们这里用脱粒机脱粒。나주디를 주튼 출고 기 주 튀기鱼。我们这里用脱粒机脱粒。我们这里用耕牛犁地。나주디를 먼저 싱크 모기鱼。我们这里用耕牛犁地。나주디를 먼저 싱크 모기鱼。我们这里用耕牛犁地。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四种句型。第四种句型是这里出产的什么什么都是绿色食品。用藏语应该是dinner 튀바 가리가리 창마 바조 미비에 사자 샤다 인。比如，这里出产的白菜都是绿色食品。dinner 튀베别在창마 바조 미비에 사자 샤다 인。这里出产的白菜都是绿色食品。dinner 튀베别在창마 바조 미비에 사자 샤다 인。这里出产的白菜都是绿色食品。这里出产的萝卜都是绿色食品。dinner 튀베 러푸 창마 바조 미비에 사자 샤다 인。这里出产的萝卜都是绿色食品。dinner 튀베 러푸 창마 바조 미비에 사자 샤다 인。这里出产的萝卜都是绿色食品。这里出产的西红柿都是绿色食品。dinner 튀베 토마토 창마 바조 미비에 사자 샤다 인。这里出产的西红柿都是绿色食品。
底内特别芝麻煮苍吗把做米别撒家虾大银。这里出产的西红柿都是绿色食品。这里出产的辣椒多是绿色食品。底内特别四边苍吗把做米别撒家虾大银。这里出产的辣椒多是绿色食品。底内特别四边苍吗把做米别撒家虾大银。这里出产的辣椒都是绿色食品。这里出产的南瓜多是绿色食品。底内特别南瓜苍吗把做米别撒家虾大银。这里出产的南瓜多是绿色食品。底内特别南瓜苍吗把做米别撒家虾大银。这里出产的南瓜都是绿色食品。这里出产的胡萝卜多是绿色食品。底内特别红萝卜苍吗把做米别撒家虾大银。这里出产的胡萝卜多是绿色食品。底内特别红萝卜苍吗把做米别撒家虾大银。这里出产的胡萝卜都是绿色食品。前面我们学习了4种比较重要的句型，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如何运用的。你妈呀，几点门你家外定这出个药着呗？出个是不要着？俺从孙子那的这个着呗？你家外点这点老大了，反正他们才是3万起了起个着。哦，你家外点这个你们的，你们想外哥们中午是比较这呢，吃酱汤他叫白毛是打这样起个着。我那点这的卡巴起个着呗？老点毛点起是实际上是他们呢，俺们俺们那么丢是。前头我那出个药不着？俺点点头皮单呢，打个主意。前两样嘛，个点点给是给他贴对呢，你要给他了吃了需求。前面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遇到了很多生词，下面让我们对这些词汇进行重点学习。你的孙吧。第23。你孙吧。第23。对，前面。对，前面。旺角，万国节。旺角，万国节。内，青稞。内，青稞。鱼科，大卖场。鱼科，大卖场。新科目，耕地。新科目，耕地。骆驼，庄稼。骆驼，庄稼。叶，生长。叶，生长。岗，正式。岗，正式。切娃，草娃，急忙。切娃，草娃，急忙。turn，出产。turn，出产。我猜，蔬菜。我猜，蔬菜。古树，苹果。古树，苹果。鸭，鱼。鸭，鱼。储备，急切。水利设施。储备，急切。水利设施。沙甸，地毯。沙甸，地毯。锄，小麦。锄，小麦。
满目落豆玉米，满目落豆玉米，荞荞麦，荞荞麦，小颗土豆，小颗土豆，煸卡油菜籽，煸卡油菜籽，生日豌豆，生日豌豆，夹什么蚕豆，夹什么蚕豆，索娃镰刀，手啊镰刀，啊收割，啊收割，主豚脱粒，主豚脱粒，焖做耕牛，焖做耕牛，白做灭吧，无污染的，白做灭吧，无污染的，煸菜了白菜，煸菜白菜，萝卜萝卜，萝卜萝卜，芝麻煮西红柿，芝麻煮西红柿，南瓜南瓜，南瓜南瓜，红萝卜胡萝卜，红萝卜胡萝卜，米不是，明不是，那你去年那您去年蹲拓收成，蹲拓收成，天吧颠闹旱灾，天吧颠闹旱灾，省住口粮，省住口粮，给克国家，给克国家，告诉那救济，告诉那救济，搓挖生活日子，搓啊生活日子，盯控着落依靠处，盯控着落依靠处，去在其了解，去在其了解，孙种子，孙种子，每年价白点知春耕节春播，每年价白点知春耕节春播，出不热闹，出不热闹，老大了每年罗达尔每年盆的糖不正月1月，盆的糖不正月1月，参加三瓦吉祥日，参加三瓦吉祥日， 10这盛装， 10这盛装， 8香炉， 8香炉，老历丰收好年成，罗历丰收好年成，撇若许陪同去，撇若许陪同去。前面我们学习了到农村去时常用到的一些句子词汇，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那么如果您有机会到西藏的农村去，您可得灵活运用这些句子哦。好，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卡里学过。让我们下堂课再见。